非常诱引的这个波动。那么第18代就是咱师尊甲咱师表中重甲主题来升奉天承运，这个状况办理了，元福一中三则业大开普渡这就是讲东方前18代，到呢西方28代，以及着后东方18代，拢当然嘛一起来做绵绵相传达到圆满所以呢，这就是讲大道的这个格言第二点呢，就是咧讲普渡三德、三批观点应用的意义啊。那么，咱讲普渡普渡大道的这个理念内底按师尊老师已经去捌讲到，上天以啥物靠呢？降这个宝贵的这个真理来大开普渡，这乃是呢道家平等的这个智慧来挽化接受化人心为良善，达到呢世界大同的目标啦。所以咱师尊老大人伊曾经呢来开始了三批观点的意义就对啦。所以讲三批观点就是讲呢大开普渡。那么何为大开普渡？就是呢三德大开普渡，三批观点形成了道家平衡的大时代。所以讲呢三则就是呢天则、金则甲地则嘛那么对上来讲，伊可以度和谐车道、诸天亲情；对中来讲，伊可以度人间温众生；对下来讲，伊可以度地府有所以讲，你来看咱会当呢去甲伊了解啦。咱讲过去咱的经验内底咱即摆的祖先人咱的祖先人就是咱过去咱遮的传统师傅过去我所知影讲过去咱遐老妈祖拢捌学过咱的这个祖先就对啦咱的这个咱的阿公阿祖当然啦，这要度就是要超管嘛当然，咱讲迄个度天泽度人泽甲度地泽咱的过去咱的祖先无得讲，若是讲要度伊要超管伊拢是呢伊若要去倒，当然话呢拢是地府嘛地府当然啦要度伊呢达到超管伊需要呢有足大的这个功德因此这就是讲度地府幽冥鬼魂就对啦
你也像咱过去高雄，咱李电文书咱李电文书的公主敢是迄个光山迄个空军基地，敢是迄个遐做服嘛后来因遐迄个空军基地附近，敢是迄个土地公，就是福德进行伊讲要引导，结果就是咱李电文书有缘所以讲引导的时阵，伊嘛是咱迄个孙连山遐去嘛所以你也看伊的人生嘛是遐去囥孙连山迄个所在这就是讲迄个对象，迄个图画诸天亲像天天的诸天亲像所以呢，我看着讲一代名书啦的列传就是呢伫迄个民国19年的时阵，就是咱书中书了那么咱即阵道工会内属于迄个在家修持就对啦摊车代出修嘛，所以因此迄个书中书了，伊嘛是组织一个家庭。当咱去组织一个家庭的时阵，那么呢伊嘛是头第一个来度化着温柔姑娘就是讲迄个温柔姑娘那么呢，即个温柔姑娘，伊要度化去年前，大部分大家嘛拢感觉讲莫名其妙无人敢去度咱需要呢头第一个用着super大的钱就对啦来度化伊从此以后迄个都乱盘，因为咱过去嘛拢乱盘，乱盘敢是拢有咧大仙，体面的大仙所以自迄阵开始都乱盘，遐大仙，迄抽刀啦，会愈来愈济啦，安尼因此变分。